大家好，我係 Herman Hu 胡曉明，係香港金鐘扶輪社嘅創社社長。喺16年前呢，因為禁毒處嘅邀請，金鐘扶輪社就成立咗一個1對1終身嘅師友計劃，去填補青少年喺戒毒康復嘅後續需求。我哋關注青年禁毒嘅議題，係因為唔少嘅青少年喺成長、情緒、人際關係或者係人際規劃上面係遇到個困難嘅時候咧，更加容易係墮入毒品嘅陷阱。而戒毒之後，佢哋更加需要有人陪伴，協助佢哋重新融入社會同埋建立未來嘅方向。我哋希望唔單止係幫助青年係預防復吸，而係進一步協助佢哋重新建立生活嘅目標、自信同埋正向嘅身份，讓佢哋能夠真正走上一條無毒可持續嘅出路，重建新生。你好，我係阿波羅羅裕群，金鐘扶輪社賽馬會無毒青年有出路計劃嘅主席。喺2024年至2026年期間，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作進一步嘅擴展。目標咧就為咗呢3年裏邊咧招募250名師友同埋250名咧青年加入呢個計劃。我哋計劃咧就喺2025年正式加入毒品問題聯絡委員會啦，代表戒毒治療同康復、預防教育以及其他相關機構同政府部門，提供有效途徑，令到政府同 NGO 就緩減毒品需求工作同埋其他毒品問題交換意見。同年呢，我哋亦都有接受電台媒體採訪，邀請咗計劃委員、社工同青年師友一齊去分享佢哋參加計劃嘅點滴同埋成功故事。我哋嘅服務理念係相信每一位青年都係值得有重新出發嘅機會。我哋為咗佢哋作出1對1終身嘅師友配對，只要有適切嘅支援、同行者同埋正向嘅經歷，佢哋係可以逐步建立新生。所以計劃唔單止係一項禁毒嘅教育，更加係一個結合復康、成長、就業發展同埋社會連結嘅平台，幫助青年人重塑自我價值同埋新生活。本計劃最大特色就係將禁毒、師友同行、個人成長同職涯發展結合起嚟，唔只係叫青年遠離毒品，而係實際陪伴佢找出路、建網絡、建未來。喺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嘅支持下咧，呢個計劃得以喺2024年至2026年度咧進一步深化服務，擴大師友網絡啦，強化職涯輔導啦，及後續支援服務，令到更多曾經迷失嘅青少年得到長遠、穩定、有溫度嘅引導。我哋呢個計劃主要係服務40歲或以下已經完成戒毒治療，並且係經過社工評估適合參與嘅青年復康者。除咗青年本身，計劃亦會招募年滿21歲或以上、有心支持青年成長嘅社區人士成為師友，提供專業義工培訓，讓青年同埋師友一齊參加活動，建立更多嘅支援網絡。喺規劃課程同埋活動嘅時候咧，我哋首先要考慮嘅係青年本身嘅需要同埋接受程度。因為我哋服務嘅對象係一啲已經戒咗毒嘅青年，所以課程設計咧係必須要切合佢哋嘅康復進程、心理狀態、興趣、能力同埋人生發展需要。同時，我哋都好重視活動係咪可以幫到青年建立成功感啦、正面社交經驗同埋未來方向。所以我哋嘅課程除咗結合一啲禁毒元素，亦都會有自我發展、職涯規劃、技能發展、義工活動同師友同行，令到青年喺參加嘅過程中，真正感受到被接納、被支持，同埋看見自己嘅可能性。我哋一直都重視跨界別合作，除咗各界 NGO 夥伴支持同轉介個案，亦有同懲教署合作，為已戒毒青年提供更全面嘅更生及重投社會嘅支援。計劃亦獲邀出席更生夥伴嘉許計劃頒獎典禮，成為得獎夥伴機構之一。呢個係對我哋嘅工作嘅肯定。我哋嘅計劃咧喺2025年4月獲得可持續發展目標聯合國全球方案認可，成為香港、中國及大中華第一個被聯合國認可嘅計劃，增強咗本服務嘅公信力、社會影響力同埋國際地位。根據禁毒處嘅公開資料啦，雖然香港整體嘅吸毒人士情報數字係下降，但係毒品有年輕化嘅趨勢，隱蔽吸毒、吸食依托米茲、Cam 酚等等係近年年青人嘅吸毒形勢。
咁樣唔單止會影響佢哋身體啦，其實仲會對精神健康、情緒控制等等出現副作用。計劃咧會配合佢哋戒毒康復後嘅需要，作出一啲活動嘅調整，例如匿名求助渠道、舉辦校園禁毒講座、作早期識別教育等等。計劃亦都加強咗精神健康同埋相關社群支援服務嘅跨專業合作，以一個非批判同埋非標籤化嘅方式接觸一啲高風險嘅青年，回應佢哋喺關係、身份認同、情緒、健康風險上嘅複合需求。我哋呢個計劃期望發展成為一個可持續發展嘅機構，並且滿足香港所有已戒毒青少年濫用藥物者嘅需求。透過國際扶輪社嘅網絡，大中華區同埋全球其他國家嘅扶輪社都可以複製我哋嘅成功模式，從而使到全球各地已戒毒青年能夠得益於我哋呢個計劃。